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入面，咱来看这个台文通讯网报第311期，311期已经谈几页啊去啊，所以咱要继续来甲读落去，应该是按这个第4页来读起啦吼。网络顶悬应该会使找到，可能是算授权予伊啊，是安怎我无确定啦，因为因有当阵啊，迄个啥杂志本身，伊无每一篇文章拢有上网，啊，颠倒即个台湾动物拢上网啊哩，所以当然你有至少2个所在通去找嘛吼，一个是理工局基金会因的网站，一个是台湾图书馆的网页，所以我就来甲一寡连结分享一下，可能甲这个有哪来啊，罔听罔听，罔看罔看，因为我毋知影恁敢有法度去找着看着迄个啥连结，比如讲我进行到台湾图书馆的连结网页啦，因为理论上我打这连结应该会使直接连去311期的款，应该是我若无记唔对，所以当然我就讲即马有看到袂少人想要学台语，不管伊原底是毋是台语人，总是有当阵啊啦吼，因遐的中国人。不管假的中国人，也真的中国人，因着足惊，嘛无爱互台湾出头天，嘛无爱互台湾人出头天，因着硬死要甲台湾即个名号甲伊抹消掉，所以有可能啦，对咱台湾人来讲，敢是直接用做啥？Formosa，不管反正名称在过去300-400年以来是一直有一寡演变吧，就敢若讲台湾即个名称嘛是讲啥物是西拉雅遐的人，拄着荷兰人的时阵安尼称呼的，所以本正台湾即个名称嘛敢若是伫咧讲府城，现主是安平迄所在迄附近啊，命。当然年久月深了，现主是大概咱大部分的人。拢会甲伊当作是伫咧讲台湾岛嘛，所以过去即种台湾的历史，咱无才调通知捌，这我那嘛是中国民党调工地稿啊。即马迄个玻璃管啊顶悬迄个玻璃片，透明的玻璃片已经摕走啊。咱敢无要甲咱的台语、甲咱的本土语言讲倒转来？你想要学即种嘛？你要学？台语、客语、原住民语都 OK， 拢无问题。我得就是应该尽量，莫甲中国话搁摕伫咧优先使用安尼。我就讲即几个月啊，我个人是，互我家己 SOP， 或者拄着外国人才会甲伊讲中国话。若无原则上，我的期待就是拢用迄个啥。本土语言，我当然是讲台语，甲伊对答案的，所以当然有当初即个物件，我就讲连大人就可能会遇到一寡障碍啊，何况讲是囡仔啦吼，这我是感觉咱会使去塑造的。好，我咧确定有搭一寡连结啦，你若有兴趣，大家看朋友 Gina， 我毋知是毋是安尼读念吼，你若有兴趣，会使做伙来读念。我就讲毋免真够。才开始，爱心开始才会变高。我一直就是大概时间暗时到咱7-10点，拢会伫咧网络顶悬做即个啥读册吧。当然，大概时间的礼拜日是有另外朋友阿宽兄带领大家读白话字的白话字版的说书线，其他就是可能伫即搭遮台文通讯网报按312开始读，现主是8月。上新的是388期，所以这77期应该会使读咧7-80礼拜。若准讲无其他意外啦，那9点进前咧，
9点进前，随我以我就继续来读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籽》。哦，进前廖准讲已经8到尾啊，大概无遐情节啊是啥吼，所以可能嘛是搁预告一下，或者是已经600几啊，我已经读到620个啊。我就讲这个《开花结籽》这本小说吼，卖书是电视剧的亲情卖计较 ，Plus D.H. Lawrence 的迄个小说《师夫人的客兄》。迄个师夫人的客兄当然是翻做台语的嘛，这是由原来副校长改翻译做台语的题目，或者师夫人的客兄。迄原底英文是 The Lady Shirtless Lover， 我这个外国人读出来是用做安尼啦 ，The Lady Shirtless Lover， 所以就师夫人的客兄啊。你若有兴趣，你去找 Lady Shirtless Lover， 大概嘛会使知影讲，迄个故事是咧讲啥。所以我来讲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籽》真正袂输是，亲情卖计较 Plus 师夫人的客兄的综合体。虽然讲8到尾啊，一2天啊嘛有去读到咸笃笃的情节啦吼。啊，我毋知后壁个我袂记一啦，因为我迄阵是当时看过一届，后尾啊，自今年就是伫即个读册进前的，就是。读来读芳用的就对啊，顺线嘛算讲试一下音效，还是效果，还是啥就对啊，还是当作阿所比的时间就对啦。啊，所以后首的时间，随便讲1、2分钟啊尔，我安那继续甲读落去。因后壁这几种其实拢足短，因为可能咧交代因遐的，因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王查某甲颜阿青两阿某，100几年来，因为颜阿青甲王查某一个是1899年出世，一个是敢若1901年出世。等于是因拢算19世纪末期出世的人，啊，整个20世纪是因生13个囡仔，然后因的囝儿逝世，甚至到后壁，伊阁有去讲到1979年美国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台湾、甲中华民国放咧，啊，就足侪人惊到要死了，想要去美国摕美国护照，这个状况，这我那么甲伊写伫小说内底啊。好，继续读落去。2个半路鸳鸯互电话吵精神，目睭对看一目，喙拄喙就浸甲足足叫。过一群仔久，天使翻身就缀去你好主的身躯顶，搁变一解拄正茶耍的出头，即摆就加足有档头。大粒汗、细粒汗，舞甲连厝皮嘛，目甲淡落落，才晕晕啊掂去。两个拢摊起身困相对上，藏入去被受。好主双手甲天使迄副生理抱安安，袂输惊伊飞去的款式。啊，来天使就甲正手让互好主做枕头，倒手下砖头啊，伸入去咬淡湿的歪尾套内，亲像寒人伫捂烧，安尼夹伫芳呢。迄款爽痛真正毋是3、2句话，迄款爽痛真正毋是3、2句话就讲会煞的代志。免一搭较久，2个就同齐赶去，困去就对了。伊做遮多一个迄个啥浪胖啦，所以时间也到啊吼，咱就转来读咱的迄个啥台湾通讯网报啦。因为我就讲对我来讲，读迄个开花结籽是当作伫咧读芳用的啦，啊，所以这拢参考拢听。想要到即集嘛是有迄个咸笃笃的吼，咸笃笃，反正就是迄个啥，中文讲做啥？香艳刺激哦，敢讲你讲，我毋知。好，来，咱就来读，要按即个第4页开始读起啊。可能反正你就安心自在啦吼，我先当做你无要读，啊，你若要读，你随时不管什么时阵，你就讲你有材料读，我读啊。有啦，我毋知你有对着无？因为第4页、第5页是陈振雄所写的，第6页是杜信良所写的，到第7页时阵，迄着不利要挑战的是啥？这是白话字罗马字，这白话字说到无？因为当初啊，这是教应该是用教部的罗马字，伊毋是用传统的白话字，就伊是用教部的罗马字。好，这第7页就不利亚都来挑战啊！那大家朋友，你有兴趣啦吼，不管是要读的，也是起来做伙分享交流。因为我就讲，
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点，我甲伊当做是啥？全台语时间就对啦。好，安尼，即个我读一遍，我读一页好无？我读一页，啊有若你才读第5页，啊若志愿你若有对着，是毋是啥物？即个杜信良所写的第6页，吵声、轻声，才互你读哦。来，我先读即个第4页即大只，啊有若你才读第5页，然后志愿读第6页，啊第7页若有兴趣，我是有材料读甲慢尔啦，啊其他的朋友就往参考。来，准题嘛来啊，安尼，我看志愿无对着，我先读第4页啦吼，有啦，啊准题第6页，啥物看志愿是准题啦吼，来第4页，台湾合奏岛国交响，听萧泰然演奏曲，作者陈俊雄，将规个台湾放坦怀，整做一台钢琴，用坚定的双手出力，掀开黑暗沉重历史的坎挂。对1947年2月开始演奏，连续弹到1979年底做一个坎站。原本是春天起头原本是春天起头欢喜轻松的快板，哪会雄雄转音透蓝悲哀伤心的牵梦调？应该是寒天时啊，冷清沉重的慢板，安怎一时变调？安怎一时变调？正做激情冲动的进行曲，用温柔的转头来回，找出乌白单调世界的背后，深埋伫土地内底的五彩自然的原因，释放长期关禁的灵魂，毋免搁再含冤。透开旧年困迫的量子，毋免继续吞忍。伫太平洋广阔的舞台，天星拢静静看，风影也点点在听。日头甲月亮换班，沙暗轮流拍灯照光，海鸟甲飞鱼连线，每日无休转播放送，每日无休转播放送，一句一句，一阵一阵，向全世界发声。后来有哪话你第5页？将400当来长义的底音节编写做一篇伟大久长的诗诗，用台湾家己的声调做伙合奏，甲规个岛国徛互得，就是一支提琴，用一世人的坚持做经，你读对英语啊？对啦，英文字母是读做伊无毋对嘛，对无？吼，英文字母是伊嘛，啊，毋过对咱台语来讲，伊是 A 当，个 A 来 A 去 A 啊，伊毋是 A 弦啊，对无？经嘛，啊 A 弦啊。无你即段你定来好啊啦，因为好一个语感嘛，对无？经嘛，啊伊头前咪讲，伊头前是咪讲提琴，对无？不管拜亚林还是 cello 嘛，拢是弦仔乐器嘛。啊，你继续。甲规个岛国徛互得，就是一支提琴，用一世人的坚持做经，会当中央山脉强硬的琴弦，对高边海岸深沉平静的吉吉音，一路爬到玉山顶头尖来顶淡的上悬音，用北纬22度半的热情南坡。你袂记咱台湾的地理是咧北回归线22度半迄个所在？22度半，23度半。对哇，伊嘛有几度啊？对哇，北回归线行过迄条线啊。用北纬22度半的热情，南坡海拔3900外公尺的高端，
用数十档的亲情做曲，吸引遮血青翠的后韵，又随金黄的片音，小少来回起落合音，打动姿势，屈强的气三入场，搁一个烟撇去，烟撇牵手前后，摇海伴奏，连当年冰冻的酸涩，嘛用做加滚的溪水，用做加滚的溪水流落山坎，流过平洋，流入海口，亲像苦打古时的气血，恢复烧烫的活力，流出心脏，流向身躯，流到四肢，用要无尾的尊严定心跳动，将紧断断开，袂喘气啊嘛，断开。断开的骄傲，搁再喘气，甲2000万人分散的单音符，谱曲出一首优美感性的乐章，用岛国特殊的音韵，同齐高写。这应该是伊看萧泰莲老师的迄个什么，伊敢是有3部曲啊？啊，当然，搁要讲台湾翠青，敢若是1947序曲的一部分，也是安怎啊？伊即个敢是一个叫做台湾颂吼，我会记的，就是欧洲遐音乐家，毋是啥物快乐颂，啥物颂嘛吼萧泰莲老师，我会记伊敢若有一个作品是台湾颂的款，内底反正就是敢是就是即个名我袂记啦，反正迄个时阵有行过1947年迄个年代的人，其实可能我咧猜想。苏东时的人，差不多可能99%以上的人，拢去互中国国民党惊甲毋知要安怎。当然每一项的专业，每一项的背景，或者是伊的能力，总是无共款嘛。有的人，我就讲，一直到1990年以前，我个人感觉，尤其读过遮个台文本了，就感觉1990年之前，甚至2000年之前，台湾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啦。讲实在，讲了歹听是安尼啦，因为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是，互台湾再一次沦陷嘛。用迄种真高压、无人道，阁是吞大人权，甚至一直到他因也嘛是无咧甲其他人当作人啊。你若真正去看卖因一寡所作所为。对无？你讲莫讲要甲树仔当作树仔，莫甲狗仔当作狗仔，因根本就无咧甲其他人当作人。迄个时阵，佫较免讲。当然有可能伊嘛是去互中国共产党拍甲规个惊到，毋知要安怎嘛。所以拍输走赢了后，来到台湾，就将因过去受到一寡怨恨，也是无公平的对待，也是因感觉袂爽的情绪，就找台湾人出水嘛。所以我就讲，1990年之前，台湾毋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当然，真侪人努力拍拼嘛。搁要讲，萧泰莲老师伊去用音乐，讲啥要中文讲平抚人心晓是啥？甚至迄个什么杯底毋通饲金，迄嘛差不多是即个状况嘛。所以陈俊雄可能去看到遐个，迄算啥？演唱会还是迄个，因为迄个合唱团嘛，搁有迄个交响乐团啥，淡仔演奏嘛，所以有一寡感动，就敢若。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听过萧泰莲老师的迄个台湾翠青的作品？有人伫咧讲，咱是毋是应该会使重新竞选，或者是将来就无会或者台湾国歌？我感觉台湾翠青应该会使成做咱台湾人共同的一个国家地位一首歌啦，因为大部分的流行曲拢有足强烈的迄种情绪嘛，毋过。台湾翠青无遐尼强烈，毋过伊煞互咱知影，
过去台湾400年以来一寡历史甚至地理环境安尼。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听完，拄则我和乌娜所读念嘅即个陈俊雄老师，应该嘛写小说啦，造个啊啥物货，所写即个台湾学习岛国高险，伫咧听萧太连老师演奏起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想要摕一两个点，各位朋友往参考啦吼。第一个就是伊开头一讲诶，将规个台湾囥摊坏啦。我毋知各位朋友你捌试过，甲台湾诶地图换一个角度看无？目前为止，清帝国诶地图是西北五南诶画向，就是讲清帝国流传落来诶地图大部分拢是西北五南，也就是讲你摕到诶地图顶悬是南方，下面是北方，也就是伊坐咧北边看南方就对啊。所以伊诶地图诶倒手边是东边 （East），正手边是 West。伊坐伫 North 北边即个方向看南方，坐北向南。也毋过目前为止，欧洲世界各国诶地图拢是坐南向北，就是地图诶顶面是 North 北边，较晚你家己咧看即个地图是 South 南边。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图拢是画即种方向。2000几年的看法，而且是其实荷兰时期因，这是较近代地图才是安尼画嘛。伫咧，可比讲17世纪荷兰人来到佛摩萨遮，迄个时阵的地图可能就是有地图的功能、功能路用嘛，所以有可能有无共的角度嘛，是尾可能要有一个一致性，才全拢。专本的部分，或者是你去显的地图，则拢是坐南向北。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毋知各位朋友去坐运站的时阵，是毋是要找出口、找出路？尤其恁两捌去的时阵，你是毋是爱看迄个地图？目前台北市的地图、坐运的地图敢若无一个固定的方向。我毋知因迄个理路是啥，我毋知影。总是伫图面顶悬有甲你指示啦，伊就甲你写一个 N 嘛，迄个 N 若那记倒边，或者记正边，或者记顶悬，或者记下边，都无一定就对啊。我想要讲的是，伊这首诗一开始将规个台湾囥摊坏，然后2000几年的时阵吧，杜正成部长伊就讲，咱的台湾地图是毋是会使换一个角度来看？若准讲你今仔日进前毋捌安尼看过，安尼今仔日以后你可能再找一个机会，找一个时间。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咱来看南北向的时阵，拢甲台湾当作是啥物蚵仔是番薯嘛，伊确实迄个形你感觉就是蚵仔番薯嘛。也毋过若准讲你甲设一个90度，也就是讲坐西向东，你徛伫咧台湾海峡看台湾岛，然后远的所在或者下过台湾岛就是太平洋嘛。若准讲你是用即个角度去看台湾地图的时阵有人讲即个外形就足像昆新的，就是海翁啦。就有人安尼讲恒春遐是属于尾流嘛，若贵人迄个方向就是头嘛。当然这是一个大约的啦，就是讲咱是毋是应该会使有无共的角度来看待咱迄中文习以为常啦。因为你一旦足惯势。你所知捌遐个知识的时阵，其实你的想象力就开始去用限制啊。所以迄个2000几年迄个时阵，杜正成伊就画出即个地图。当然，最近敢若叶高华教授的款，伊敢若有去提起，就是讲，敢若是叶高华教授去看到古早地图，提出即个概念。当然比较起来就是杜正成部长的名声比叶高华教授的名声更较响嘛，所以就转会变成咱看到的人，也是听到的人，可能拢是听到杜正成部长的这种想法看法。当然目前为止，咱大部分的知识拢嘛毋是无中生有的嘛，拢是看过别人的啥物货你 A 这个物件，甲某面两个 B 你甲倒起来变做 C， 因为你的 C 毋是无中生有的，你是 A 甲 B 来你 A 嘛无一定是无中生有的，因为这人类的知识拢是累积的嘛，所以变成讲，咱应该会使互咱一寡较
安怎讲无同角度的啦，所以这是一开始，伊讲甲规个台湾囥摊坏，正做一台钢琴嘛，较像嘛较长长啦。我是讲换一个角度，你去看迄个外形安尼。好，过来我想要讲的是第五页，即搭只算尾啊第四段即搭只吧。伊讲伊是买迄两串，用北纬22度半的热情，海拔3900外公尺的高端嘛。我想要讲的是啥？陈澄波伫咧画迄个啥清水断崖迄搭遐，啊然后今年应该今年吧，今年敢若是陈澄波是83年的3月记得，迄个啥林丹条是啥物会，所以真强，可能旧年款吧。伫迄个铁道博物馆，伊就有一个陈澄波的特点，吼，找出咱的所在。啊，伊就第一间伊的迄个啥，伊转来台湾了后，就世界去画图，吼，差不多是拍台湾岛一个那里。啊，迄个画室，吼，迄间伊就讲，目前为止，今仔日进前，咱学着讲要安怎介绍台湾，大概拢是用一个歹厝面做主要的指标嘛。或者是讲是伫咧太平洋的啥物会嘛？我会记得倒一首哦，台湾喙齿内底敢若嘛是去讲到啥物太平洋西南海边嘛？啊，其实这是叫做北半球地球北半球的太平洋西南海边嘛。那以整个地球来讲，台湾其实是伫咧西太平洋啦，毋是西南海边啦。啊，当然这是角度的问题嘛。所以陈澄波迄个特点啊，伊就讲。当然，我毋知伊去对有即个灵感，吼。今日进前，咱去介绍台湾，拢是迄种我无想要佮讲的介绍法。从今以后，是毋是咱会使，互咱台湾换一个角度？你去拄到外国人的时阵，外国人无一定知捌咱台湾的地理位置嘛。你甲讲三个物件的时阵，伊应该，若准讲伊上无有高中以上的知识。你免甲讲台湾，你免甲讲福摩沙，你甲讲即三项，伊应该就会使找出来咱的位置伫倒啊。第一，拄只即首诗所讲的北纬22度半嘛，迄是北回归线嘛。所以北回归线经过所在，会使有啥物所在嘛？过来，台湾即块岛屿有洋楼，对无？迄个海面的洋楼嘛，应该是。库洛西路嘛，乌条嘛，敢是乌条嘛？因为按南平来是乌条，是乌条，我袂记起来，就是洋楼咧楼嘛，所以一个是虚拟的线，北回归线，一个是实体洋楼，吼，过来就是季风，不管是东北季风，或者是西南季风，啊，当然对咱来讲，可能较定听到是东北季风嘛。所以就是用这三个去交叉出迄个点，就是 Formosa， 就是台湾。你无一定需要直接讲台湾，你无一定需要直接讲 Formosa。就伊高中以上的学历，甚至高中嘛是同款。你讲这三个物件，北回归线、洋楼、东北季风，啊，当然你甲提示一个太平洋遮啦，因为走去大西洋有即个所在无？敢若我知识无够，敢若无即种所在咧。一粒岛屿有北回归线，有洋楼，青瓦来吼，还是东北风靠过来，这三个物件，而且佫是啥？3度空间吼，对无？虚拟的北回归线，水面下对无？洋楼嘛，啊水面上的东北季风嘛，交叉出来就是台湾岛屿啊。全世界敢若无第二个所在有即种特质的。你讲马达加斯加，伊嘛毋是即个情形啊。马达加斯加，伊规个西半部敢拢是沙漠啊，因为印度洋靠过风去互迄个马达加斯加的中央山脉就炸起来，所以迄边拢无水气啊，变成沙漠啊。啊，伊马达加斯加敢若嘛无啥物北回归线、南回归线经过袂记，所以就敢若台湾有遮尔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我就讲各位朋友啊，若总有机会你去拄到外国人的时阵，从今以后你应该用这种方式去介绍台湾，无需要佮淡仔咧讲起什么中国的西南边啊是啥，迄拢是真做人的附属的啦，毋是用台湾做主体。
所以有当阵去读遮个文本的时阵，嘛会使互我有一寡听我提出来，甲各位朋友分享的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哦。过来3900外公尺嘛，就讲嘛，在过去咱可能无啥物机会通我知捌讲，台湾的岛屿到底有啥物状况嘛？你去 Wikipedia 嘛，会使找到嘛，就是268粒超过3000公尺的关山嘛。所以台湾是气候的多样性、地形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嘛。所以遮尔宝贵的宝岛，煞有一个人毋知珍惜，甚至搁一直想芳，要甲乌白母安尼，这个真正有人仔听着看着嘛是真疼心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即个玉林嘛来啊，山里嘛来啊啦吼啊，安尼阵地是毋是？伊这个去完迪老卡，既往都要甲叫，毋知啥物原因，语无开是啥啊？安尼，迄个啥，安尼是毋是先互迄个啥阵地来帮咱读杜信良的这篇，然后迄个山里啦、玉林啦，咱才来调整即个全罗马字的1、2、3、4、5段。居那迪老卡，你敢有被亚手起来？因为看起来应该是来读台语的居那。好，来安尼阵地，互你先读好无？即个杜信良这篇。叉声、琴声、共声了。38号炮人落去，地上车哨，悠悠滚一条线。你讲过去，你一条线的。应该是 A9，一条有声，一条无声。伊要表达可能是安尼吧？因为牙琴有2种，一种是2弦，一种是3弦。你讲的是2弦的迄种，2条线、3条线的啦。你讲，嘿，继续歹势。因一条线 A9，阮阿无念哪像的经，知啥人写的书，有缘烫人的蛋，当。送开啊！伊是 TH 呢？伊是 TH 呢？烫啊，对吧？烫人烫。我毋知有轻，伊拢无轻读的，有后壁无轻读的符号，所以无确定歹势你继续。有缘烫人的心声，查声念经讲伊的历史，甲牡丹社，甲牡丹社啊，对啊，牡丹社啊。甲牡丹社的消息，亲像38号同款无人知，查声的面目，多闪为个时间改造，怎啊去的思维一刻，互人较安心，人车顶年代排长的大炮，已经无看，就是无用应该是下韵字啦。已经无看。壁的炮口，有草好大的雨，甲毛有淡薄仔烧，伊酸冷的天气，互人一丝啦安慰。炮声换做唱歌的险，伊变调吧，本来是险嘛，对吧？险嘛。我要解说，一个可能叫离厝变调，就是若第3声毋过咱惯势变第1声，有一个词叫离厝变调，应该就是这种状况。感谢啊，伊险化，当然嘛有人读险化啦，过我直觉我是读险化啦。伊变调真正是足复杂的，对遮讲迄个离厝变调，迄可能伫变调的
情境内底犯罪是占5%、2%以下这种的。感谢三立，再来顺利的继续。台湾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淡淡，这是淡淡，湿湿淡淡，迄个淡吗？唔知什么原因来淡淡，唔知影。好淡淡的船仔甲，双手真足看。红花，迄嘛是一个算古典词吧？红花，一叉声会飞。无，这是 IAH 哦，伊毋是 LAH， 伊顶悬是问号啊嘛，问号就表示结束，所以即句是一个起头。敢若起头，迄字应该是大字的大写，伊是大字的 I， 毋是细字的 L 啊。也是读册人，因笑死人的幻影想象，报啊，四面开，咧叫身躯。南独落的人体真绝，叫读册人一束历史打渣。无趣味的佚头，听讲遐有名的落山风，落去一集的声哨，读册人继续通书对我来讲，诗嘛是我较读无啥物诗情还是啥吼，嘛是读了袂讲介好安尼。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杜信良先生，伊敢若就是有出至少目前啊2-3本册吧，放毒是小说嘛，苦册是诗。拢是咱咧黑白相，敢若嘛是诗。苦册甲拢是咱黑白相，敢若是一个是讲伊去看迄个啥，读过去的文献，还是过去的历史，还是啥？可比讲苦册内底敢若有去写着伊去看陈安阳自焚遐相关的消息，还是啥？或者是去看，可比讲1947年2月的事件，或者是日本时代遐个日本人去镇压原住民的，拢是咱咧黑白相的，敢若就是伊去世界行大是啥的一寡创作，所以现主是这篇，当然就看起来就是咧讲迄个恒春遐的古城嘛，讲到月琴嘛，目前单头单尾，咱讲到月琴，你优先想到的大部分的人，迄个大部分到底偌济我毋知，5成、7成、8成还是3成我毋知，总是一定是准讲毋是绝对的多数，嘛是相对的多数。讲到月琴，拢会去想到恒春啦，对无？丹丹嘛，应该丹丹吧，思想机嘛，遐个什物可比讲什物去食掉、江湖掉遐个弹月琴的啦。当然，现主是单头单尾。不了侪人有伫咧做即种，不管是月琴的推广，还是教学，还是表演嘛。可比讲新北投陈明忠老师嘛，我知影台南校是台南老师摕票，林宗藩迄间伊嘛有月琴的乐器啦，就讲最近毋知是因为我去年开始有去上月琴的课，因为我无材料弹。毋知是伊即个原因，怎伫面册就看到较侪迄种月琴的演奏。即2年伫面册看到不了侪人咧分享伊弹迄个月琴的迄个啥乐器，不管是较现代还是较古调的，因为较古调的，近年你读台湾通信的时阵，有一个朋友，伊可能是有即方面的知识的，咧讲我才知影什物江湖调、客家调、多马调，甚至甲迄个。日本的漫画迄个哆啦 A 梦嘛，改好做一个哆啦 A 梦调安尼吼，所以有当即个乐器吼，听起来嘛是趣味安尼。所以杜信良先生伫咧就即个叉声，伊叉声就是迄个啥，
即马是伊即个名做车声的款嘛，我会记住。好啊，即个地号名当然伫迄个 Scalo 内底嘛有出现嘛，所以变成讲过去咱的先民所留落来即个骹只天主鞋咱，因为杜信良我印象中敢若是1982年出世的吧。啊，伊即马敢拢敢是拢转去台南还是啥？我袂记住。伊敢若嘛继续伫食头路，敢是工程师的款。啊，总是每一个人的财情是无相款的嘛。啊，这唱歌啥迄个颜英玲迄哦，是毋是？伊敢若嘛有写首歌是伫咧讲恒春遐唱歌的一个情景，还是啥？可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对只听完即个准伫帮咱读即个杜信良所写的叉声、轻声，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你头讲唱歌是恒春了，对哦，恒春嘛有唱歌，啊，宜兰嘛是嘛，拢是对。哦，你我较知影，敢若一个所在尔。是。我感觉有听过，啊，毋过无真清楚安尼。目前就是敢若宜兰甲恒春遐啦，啊，当然。拄则我讲月琴，咱会想到恒春嘛。啊，若讲到唱歌，大概大部分拢会想到宜兰，因为宜兰真正可能是毋是我个人猜想，就讲台湾的中部以北人口数较侪，啊，所以是毋是新闻的传播就较快、较远、较快，我毋知。啊，毋过迄个恒春遐嘛是有即种情景，即种算民俗吧。就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无，但是啊，伊迄是算原住民遐的写嘛，所以伫迄个啥，荷兰人来到福尔摩沙了，伫迄个咱遮城日志内底嘛有留下不哩啊侪，苏当时去调请，还是去邀请，还是交换有要接受荷兰人统治地理的遐个村社，按着该记录落来嘛。啊，毋过到目前为止，至少我所看到的感觉就是，伫咱遮城日志所出现过遐个原住民庄社，可能超过一半，甚至3/4的遐个村社的名，拢已经消失去啊，啊，留落来，当然，这300-400年以来。有当阵啊，迄真正就是拄落高地，就是拼生死的啦，真正是拼生死的，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嘛，啊，要抢资源，真正就是无甲你拼到你死，我可能就会死啊，所以迄种真正拢是下性命伫拼的啊。当然，以现代社会来讲，就是你有纠纷，应该是透过第三方来裁决吧，太你家己就伫村骹出手这。无符合现代社会迄种文明嘛，啊，毋过有一寡人毋知啥物原因，就是有迄种要展现伊的气魄，还是安怎，拢要共压落底安尼，就足莫名其妙的。即两工毋是有一个出车祸的，啊要去共安怎，结果转颠倒去互拍一个吊重伤，今仔日也当时死去啊。所以，这有当然是足歹去论断的安尼。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对嘛袂记咧介绍迄个萧太的有一个副记啦吼，歹势我偷念一个啦。萧太的是1938年到2015年出世伫现主市的高雄市凤山，伊是国际出名的音乐家，主要作品有包括C调大提琴的协奏曲、C 小调钢琴的协奏曲、1947序曲，吼，我都有记，我会记有即个啦对啊。福尔摩沙交响曲等等有台湾拉曼尼诺夫，台湾当代上杰出的音乐家。因迄个台湾拉曼尼诺夫，即个名称，敢若是因为台湾翠青这首曲有去竞选1993年英国的啥物奖，啊，人就是算讲去介绍伊的经历嘛，啊，甲伊的作品嘛，就怎啊甲伊号一个叫做。台湾的拉曼尼诺夫这个名就对啊，所以当然音乐我是真无路就对啊。啊，毋过就是有哪看这个嘛是有一寡算讲啥
感动感慨是安怎样？啊，然后即个差声、轻声，伊上下底就是某一个副记啦，就是杜信良先生去参加嘛，讲记台湾罗马尼协会甲台湾笔会的会员大会去恒春古城佚佗嘛。所以即首诗的最后2-3句就是讲啊，咱去叫要浸温泉啦，啊，迄莫过迄个什物踏茶啥，迄伤无聊啊啦，迄过去历史故啥，迄真正是安怎讲？莫搁继续迄种诶啦，迄读册人他妈咧空出梦想啊你啊，吼，所以这我以为应该是家己咧考试家己吧。毋知咱台顶面有啥物想法看法？后壁这篇挑战不哩啊大诶。好，来，咱来挑战啦吼。Sunny、玉林、艾瑞、志源，吼，这我知影恁后壁可能较袂堪一啦，反正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反正我先读一段啦吼。啊，Sunny应该是 OK 啦。玉林看你是要直接吹完，还是要留一个买你还是安怎？我毋知。吼，反正就是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啊，若头前个朋友还是有啦。吼，我知影阵地是直接画刀下。OK，咱来读看卖啊。来，这311期的第7页，吼，又先讲哦，伊讲本文是使用教育部推荐的汉字甲台湾闽南语，迄个时阵做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吼，心内话，讲台语嘛，着爱写台文，过语力，吼，作者是下咧两台语读写基础班的结业学员，目前伫咧公司台语台食头路。当然，即个名我毋知影，我无真正看到过啊，吼。来，第一段。讲到要甲台语找转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袂使无讲到大学伫香港大要2个月所体会到的代志。迄时阵，阮几个台湾人。想要找一个讲话袂互香港人偷听到的办法，讲台语是大家共同想到的方式，无想到的是阮几个少年仔的台语程度根本无法度对话。迄种有话讲袂出嘴的感觉，有影真痛苦，因为伤痛苦，尾啊煞放弃。阮讲的话照常互人听了了。好来，Sunny换你。咱看要起来无？较是。开始咧学台语时，有一种我的喙齿的感觉，对台语书写嘛有无共款的看法。大学拄接触。接触，拄接触到台语文，心内想的是，若是要互社会大众了解台语，若是沟通的口语嘛会当书写台文汉字是较好传播的方式，大众接受引导嘛会较悬。迄时阵，阮感觉互少年人开喙讲台语，开始接触台语文是重要的。台文汉字效果紧搁有效，暂时会使止疼。好，感谢。来，有你，敢咧谈两段？
无要紧啦，安全自在。去讲啊。好，安全自在。后来，我说互这种想法限制，看台文汉语，看台文我是看台小道去。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看台文汉语，真学读出正确的发音。若是要针对台语讲袂正确的毛病，来治疗，台语罗马字，这是上好的药单。有人要食无？无我要读了。好，你甲读完，还是有哪要读最后一段？因为最后一段嘛无较长啦，上底啦，好无？有哪？好，你先读两段，你个读一段。我嘛想要读。哦，你要读哦？好，安尼你要直接结束这段无？还是要调整上尾段？我一般是讲，叫恁读两段，有哪上尾段呢？还是爱要你读中间这段，尾二段？好，这么读到倒一个？第七啊，正手边中间一段，互你读。西一大练。好，我看哈。西一大练，总算是来参加这个读写班，顶新学习一摆，拢学台语罗马字的。你无照字读哦，你无照字读哦。N A 你读对 L 音吗？啊，你都要读对 L 去啊。哦，咱学台语罗马字的过程，咱思考，阮甲华语之一机嘛，之一机个案干之间的关系，对阮来讲，台语甲华语都了，都读哈，都读。除了春收，吃 A 青收，青收听道的无共，嘛一时着。SIK 是 C 一食，唔是 C 一食。嘛意识着，我思吼，所有对世界的理解，甲探讨。各眼见，各眼见，那是见呢，各眼见理解甲建构啊。建构啊。对。建构啊。对。理解甲建构，拢是建立伫华语的去。高一基，你会去用英语看起，就是高一基础。吃欧粗，高一基吃欧粗。基础上思考的方式，吸收知识高一基是一识。知识的来源，表达想法的每解拢是华语。哦，来，每个爱改。每一次啊 ，every。无吧？唔是 every time 哦，唔是 every time 哦。伊是迄种 media 吧？每一次啊。每一届。每届。差足济。无，你会去互你头壳内底的书面掠去啦。你会去互你头壳内底的书面掠去。每届拢是它的媒介都是华语。每届拢是华语，唔是每届拢是华语。因每届甲每届后壁届无共音吗？对，我差伤济啊。对啊，所以讲你去互你头壳内底的书面掠去啊。
对，对，每届媒介啦，系啊，每届的书评，花粉是那个花结成果实那个，好，我知我念唔对啊，要紧，反正就是大家拢咧学习的啦。我最近想讲，是毋是要找一个时间来读迄个台南府城教会部头前10页、20页安尼。伊台南府城教会部头前10页、20页有去讲到白话字的利益啦。啊，当然伊迄是因的府城教会部嘛，内底总是免不了一寡教会的内容。要毋过我感觉当做台湾通讯网部即种杂志咧甲读，应该嘛会使练迄种啥白话字，看迄种罗马字吧。看卖个人嘛找时间去。有够好笑的，每一届我选择每一次。所以我就讲，你是去哦，你的书，你读下内底的书评，就是每届的书评比每届的书评较悬啦。啊，你就会去哦，每届掠去。啊，毋过。书甲骆驼甲骆驼，伊两个你拢共款。这嘛是差不多。啊，毋过每届即个书其实毋是真正统的台语，或者是讲你咧讲 every time 的时阵，大部分的台语人袂一声就讲每届啦，伊会讲别个词啦。啊，毋过我就讲你读下内底，对，因为我就讲你读下内底每届书评比每届书评较悬安尼啊。吼，这有哪就是，这有哪迄个啥就是两种语言你读下内底相冲突，还是伫交战，还是安那？来，有来要挑战一下最后一段无？4、5段尔。要改变即个现象，敢若靠每礼拜2点钟的上课是无够的。学台语罗马字是第一步，未来的学习就爱靠家己继续加油咯。好，以上这篇是啥？叫啥？过一日吼，伊是迄个时阵是咧公司台语台食头路，所以真努力真拼死写即个教育部罗马字安尼。好，我毋知咱台顶朋友应该准讲你无对即个画面伫咧看阮所读的没？啊，毋过你若有听到，应该嘛是大部分拢听有较对嘛吼。随便讲有一寡字，可能是你毋捌，可能是阮读歪去，你怎无理解？啊，毋过即篇我看，可能比讲500字，应该超过一半以上。你若是台语有相当的能力的人，我咧想咱台顶的朋友应该是拢听有台语才对。啊，所以即篇内容你应该嘛拢听有一半以上啦。你无可能完全听无啦，啊，完全听你袂困伫遮嘛，所以你一定拢听有。虽讲无完全听有，啊，毋过我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哦，到尾讲对只无念的，可能也是准点要甲咱分享一下。随便讲阮读到2:6啊，有无要试看卖分享一下？1秒钟、2秒钟，这年老师听袂落去啊，所以就一句讲都无要，一句话都无要讲，一句讲都无要话啊。来，准点甲咱分享一下啦。啊，啥？我听有法度啦，听我对。看安尼有法度啦。是。我若要读吼，足慢的。无，我即马无叫你读，我只是讲，咱做伙听伊写的内容嘛。啊，你针对伊写的内容，你所听到，甚至你若目睭有对咧看的，吼，准讲可能无对咧看的，啊，毋过你听有的时阵，准伫你有敢有啥物想法要甲大家分享无？凊彩讲2句啊。我理解了，我开足时间。我先保留啦。好，无问题。我先请问了，郑老师，我请问啦，就是讲吼，你听我安尼哩啦，安尼读，你敢知？你敢听有上无？你会大概会当听有几声？阮咧读啥？内容安尼敢有法度听有法度理解？无问题啊，是讲一寡音怪吼，啊，我小想咧，但是。啊，毋过会当了解嘛吼。这篇的内容算简单啦。
伊无足高深的嘛，伊是敢若讲伊的状况尔嘛。所以内容是无啥问题啦，啊，就讲有时啊，伊的时阵吼，无水，就爱去收一个。因为即个啥，好，感谢。好，感谢准备啦吼。因为前几工啊，把我袂记啦，就是讲有人伫咧分享讲，可能你读一本册，不管迄册是小说、散文，啊，甚至是啥物技术性、知识性的遐个册，啊，不管伊多啊少，你对敢若看封面，啊，开始读，啊，你读的过程有可能要开始做、开始做嘛，可能我可能画线还是写啥嘛，甲伊有一寡算互动，对无？啊是迄个，咱咧讲古早时代讲啥物作者写出来了后，你咧读时阵就咧含伊对话嘛。啊，中啊当然有可能就是你可能会使甲你所知捌的讲出来互人听嘛，甚至最后你读完这不管是毋是即篇啊啥，你尽量去改变你的行为啦。就讲你读的迄个知识，若种是知识性的物件，有咧讲爱安怎，啊，你有缀咧做的，迄就是终其尾上奥尾的奥尾嘛。抑毋过无一定所有的文本信息，拢会引导去最后讲要去改变你的行为。抑毋过这中啊，就是有一寡你有一寡理解，甚至你有一寡回想，甚至你有同意无同意的想法、看法，佮记录落来。对无？甚至佫去投稿嘛，去讲互别人听，讲互别人知嘛，迄拢是无共的程度就对啊。所以，我感觉，毕竟台语是一个声音的语言，啊，重点是，你不管听着、看着、读着，伊这是算，敢毋讲三种，听着、看着、读着，啥物真差？有声无音，有声无声的真差，不管吼。就讲，第你读下来在转势嘛。甚至冲劲嘛，伊有可能你同意无同意嘛？啊，当然，我咧读的这字啦，你会小误解是安怎？即另外人共款，原来是安尼是 OK。啊，我要讲的是讲，是毋是咱透过即种阅读，啊，我到第你读下内底有一寡火车还是死呐？因为若准讲纯粹干那对阮听，啊安尼船过水无痕。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小可可笑，就是讲，当然啦，若准我你家己当作是背景声，因为这嘛是一种方式啦，这嘛是阮一种叫做啥贡献哟。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我是感觉当时咧找迄种的啦，你继续讲，歹势。金系姜钱对。我是读若两字，我是会读姜钱啦。啊，毋过若敢若一字的时阵，我可能读金啦。啊，当然，即字就讲嘛，台语差不多你看7-8成以上，拢有文白音的真差以外，伊可能各有无共的意思嘛。可能即个意思是读即个音，迄个意思是读迄个音嘛，有可能是即个真差吧。看着你继续。有人要出声无？来，志源讲。我最近熟悉着一个大兄，伊有长期有咧听迄个长老教会，啊，我有摕一本圣经送伊，啊，写转落的，啊，伊读了佫会准，佫会紧，我实在真佩服。伊这敢若是经过长期训练的结果。好，啊，所以你感觉这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对。大概因做礼拜嘛，敢若是会读念迄个罗马尼的台文。因为毋是教会敢是使用白话字的系统啦。啊，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读念过无？
我就讲我最近即两工吧，反正就是佮甲，因为网络顶面其实有啦，迄个找台语内底嘛有嘛，伊叫啥台文记忆库啊，是啥物货吧？伊等于是甲台南府城教育部遮自1885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遮个内容拢甲伊上网就对啊。啊，当然早期一定是敢若 scan 嘛，甚至迄可能嘛对啥物人伊遐手头摕来，顶悬佫有一寡迄个笔记咧，佫讲定定，伊就讲念念，伊就伫迄个定定迄个词画一线，啊，然後伫邊仔寫 NIA， 你知哦？定定念念，啊，這就是一個算迄個啥音的轉變嘛。啊，志源講的即個教會的白話字聖經，還是白話字的遮個聖冊啥有誒無？我就講伫迄個府城教會部的創刊號，吼，第一章、第二章，迄內底就是講到因就是甲印做冊嘛，啊嘛是咧鼓勵大家會當去知捌遮個字啊，所以我讀咧，我感覺就會想講，是毋是咱會使透過即種或者啥？袂輸哪伫讀大部分通是網報即種方式去讀迄頂懸的內容啊，因為其實府城教會部內底的內容其實已經有人整理啊，整理到啥？可比講的迄個白話字的利益，吼，因迄個時陣就是要啥？想要推廣，還是想要講互人知，啊，因就去辦一個活動。啊，總共敢若有9篇，有9個人去投就對啊。啊，最後因敢若出5篇出來，啊，這5篇就甲伊排第一名賞銀5塊，第二名賞銀3塊，哦，幾塊袂記得，反正講5塊、3塊、2塊、1塊、3塊就賞就對啊。就是敢若甲頭前3名的迄個論白話字利益的文章，當然是白話字寫嘛。啊，當然，迄3篇敢若至少2篇是牧師所寫。啊，迄就咧講，要安怎去學習遮個白話字？啊，伊嘛去講到漢字安怎拄安怎？當然，以咱即馬2026年的時間點去看，伊所講的消息，確實有一寡我嘛感覺，敢若毋是安尼哦。啊，不管啊，反正我的意思是講，若準講有機會，是毋是聽我去讀，至少頭前12頁，頭前12頁，就是1885年。公司6年10個幾個開始刊，啊，伊嘛偏野馬嘛吼，啊，我會記我即兩間看就感覺，可能會使至少3、5個人以上來讀迄個白話字的文獻，拄着毋捌的字，就查字書店嘛。因為2019年開始，我去讀金安出版社所出的遐白話字的小說，毋過坦白講，我是頭一部攏直接讀。迄個漢羅南參寫的，是有當咱好現的時陣，才會甲迄個清華教授甲伊改寫做教無羅馬字的迄個羅馬字的部分小顯者，也無講真正講下決心，也是迄個啥，挑戰家己去讀選羅馬字白話字的。有啦，除了就是特別時間禮拜日暗時9點40點，啊，寬領帶領大家讀出史上迄個部分。伊是全白話字的，啊，毋過迄個出史線，我就講金安出版社嘛，金華教授嘛甲伊出版做教部羅馬字甲漢語南談寫的，啊，迄個府城教育部迄個我是從來捌去看過，啊，網絡頂懸白話字文獻館的是白話字資料庫，敢若嘛有人甲伊努力改寫做漢語南談寫的，啊，我是咧講應該會使甲即種純粹。羅馬字白話字的當作挑戰，拄着捌字就去查字書店那裡，啊若無，恐驚咱9成以上的台灣人，就永遠會去互漢字束縛掉的啦。有這個狀況，啊當然每件想法無相款。好，我毋知咱台頂嘅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無共款的想法看法。我先回應頭拄仔準備老師迄個問題。是用錢啊，用錢迄個問題，其實咯，伊是阮爸因嘛，啊，若我會講甲，可能看電影的關係啊，我會講甲用錢經開，啊，其實吼，安尼敢若毋是足健康，
因为咱经招嘛是用白话音嘛，经吼，我讲其实就是讲经是白话音啦，姜是文音啦。啊，毋过咱的这经招三经，是毋是拢读经，拢用白话音读？啊，所以经字到店的收，到店的收白话音，伊就讲经字，我放互恁听哦。经字。啊，伊是经字啊！哦，我有听到经字，啊，伊是收经字啊。对，所以我毋才甲恁讲，若问我会讲姜，我会甲姜字经开，叫做对啊，真是套我。我想要去查是因为迄奥迪瑟斯这部电影，伊最近要讲有收一个安尼是爱经字，吼，经拢是读经啦，规定就是读经。安尼做个老师有回答到你的答案无？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无？啊，你我有去查，我就讲奇怪，我都读姜字，哎，那会收？对咩？啊，所以我毋知甲你讲，那我嘛是读，我嘛是其实我嘛是会讲姜，我头拄毋知讲，我会讲甲姜字。经开，甲经啊经开啊，对啊，是安尼嘛吼。对啊。我语感嘛是安尼，但是马经啊。马经是另外一字音哦，歹势，迄是另外一字哦。迄是马祖经的经，而且佫是地号名哦，迄袂使另外用的。迄无共字啦，迄是完全无共的。对啊。音无毋对啦，系啊。就是讲那就即个代志，毋是像我讲人所想安尼。我想着可能是敢会是歌戏的影响，因为细汉可比对时大人、对老人咧看歌戏，就咧歌戏内底，尤其啥物迄个杨丽花的歌戏，会拢讲一寡中国遐个啥物番丽花啊啥，迄个时代即种拢是用姜字伫咧烧剪的啊，所以有可能是毋是怎对遐走出来，还是安怎我毋知影。可能毋知有地方差无，还是这我都无了解，但是同款啦，我所以我会当体会着讲，阵个老师伊想要问即个问题是安那是经字还是姜字？明明的经字啊，那是安那会讲是明明的姜字啊，你讲经字。啊，毋过咱来照理路来看，安尼就经招啊、三经啊，对无嘿啊。所以我就接受啊啦，嘿啊，无你若问我嘛会感觉讲我想要读文音嘛，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较，虽然伊是一个武器，啊，毋过伊是一个较固定的款的兵器嘛，所以我想着我会想要读文音，我就想要读姜字啊，同时的时阵就用白话音姜字，所以我才会去想着。所以敢会使你讲，因为若是姜，伊是一个名词嘛，对无？姜啊，对哦。啊，字是要用写出去的迄个物件嘛，所以理论上是姜含字，对无？伊是两个物件嘛。啊，毋过你做这个动作的时阵，确实是经字要甲经开，然后写出去嘛，是毋是安尼？因为我就讲对我来讲，若高高一字，若是要用这个名词的时阵，我会讲迄是姜啊。啊，当然三经啊、经招，还是一经经招迄个。迄是经，迄个是第一即大家可能做量词，还是做经招即个复合名词的专门，还是特别的用法，我毋知。总是有可能就是要安怎讲？目前对教典来讲，伊用经即字，然后记一个字数，互你讲是讲经字，还是一经经招安尼？三经啊？嘿，毋过来照伊的款的，伊款的解说来讲吼，伊的经若白话音是读经，啊，毋过伊的解说伊写是武器的名，对啊，嘿，武器的名，伊解说其实就甲姜共款的，对啊，对，啊，伊迄个另外一文音嘛，读册音伊嘛，伊是用姜嘛，啊姜毋过伊的解说嘛是讲武器的名，所以。啊，那安尼讲是毋是经甲姜拢会通？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讲，对我来讲，若高高一字我就会读姜，就讲迄个物件做姜嘛。啊，毋过你若变做一个名词的时阵，我是当做姜含字，合起来做姜字。啊，毋过伊即摆是经字。对咩？
是讲伊的用例是讲经钱，对啊，伊的解说，对啊，伊若要照伊的解说，伊拢安尼嘛无啥物对啊，武器，伊读经读中，我你要读白话音，还是要读册音，拢会当啊，拢是伊的解说拢是武器的名。是啊。啊，所以我们才甲你讲，我就感觉讲，若白话音，我就想要甲警开。对啊。啊，你若一个兵器，我就想要是弓钱啊你，弓。像。感谢你。但是到底真正伊是安尼。是啊。是拢收嘿。经钱。是拢咱讲的经啊，无咱迄三经啊，嘿啊。三经啊，三经啊，对啊。嘿，三经啊，吼，经椒啊，经椒油啊，还有啥物？伊一个经大滴。对，伊有讲咧金大滴嘿，金大滴，我头拄看咧金大滴，我感觉趣味。啊，真正是有金大滴，就是人咧做石的时阵，做石的时阵爱用，爱迄，就是咧抬猪公的时阵爱经啦，经大滴，所以抬猪公是一个功夫，经猪公才是一个真正我一个较深的学问的功夫安尼。迄是你讲了经，讲了即个经大滴啦，所以甲大家提供一个一下。感谢玉林。好，毋知咱第一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嘿。甲经济去找台语内底找吼，即个文白音1913年都有文白音的变啊，即两个音拢有啦吼。第一个，第二个是讲，咱嘛定来讲，你莫阁紧啊。对啊，莫阁紧啊，撑在那里还是安怎嘿？所以咱音一个音较侪。伊紧这是做动词用啊，你莫阁紧啊！啊，遐干那遐华语中文，伊就阁写对别字，讲对别音嘛。啊，么对咱台语来讲，就是真明显啊！你莫阁紧啊啦，要去就紧去啦，妖怪假细字，对无？有诶，毋是安尼，不管什么状况，就侪拢是莫阁紧啊啦，要去紧去，妖怪假细字。对啊，紧是。敢有可能，因为经伊是较大诶，所以用文音。啊，经钱较细较幼，所以就用白话音。你讲大细机哦？你讲大细机哦？系啊。一般来讲较少有即种着，我毋敢讲绝对无啦，但是一般来像咱一般诶视频来讲，较少用大。较大的读文音，较细的读。嘿，目前我无看到即种诶，嘿，我目前还未看到有。可能有啦，但是我毋敢讲无，即种我目前还未看到，我毋敢安尼讲无。嘿，我看到感觉有同款的。或者是你诶大。因为有听一个讲吼，像咱我们人类受孕，迄个卵子和鱼仔有足侪那个卵子两个念法都不一样。咱人的卵子就用文音，啊鱼仔迄个卵子就用白话音。哦，你讲卵甲卵迄个前差哦。嘿啊，伊讲卵就是文音，啊所以咱人生囝，咱就讲叫做卵，啊迄鱼仔遐个鸡卵鸭卵迄是卵啊，对无？所以迄毋是大细问题啊，就鸡卵。伊讲，嘿。对哦，鸡卵鸭卵迄是嘛是卵啊，对无？产甲仔卵迄拢是卵啊，啊人类诶则是。就是人甲动物前差，对啊，系啊，可能是安尼啦。啊，甲形体大细应该毋是，啊当然其他你讲边仔共一个汉字，因为啥物原因无共音，啊用伫无共诶所在，应该是有，啊只是用大细来分，我大诶叫即个音，细叫迄个音，啊明明共一字，目前我未想到，我毋知影有即个情形无？啊当然紧甲强即个。因为，就讲，所以这嘛是，因遐坚持白话字派会摕来警惕，就是，我著无共个物件，无共个音吗？就敢散着，甲刷着，迄写出来汉字是共款的啊。啊，毋过你看顶个文才知影讲到底是刷着还是散着。我要交流一个，就是我有去读。全白话字的迄种文章，啊，毋过嘛是爱知影一寡汉字，为虾米？因为有一寡有影是较古典
天下字还是安怎即种。即摆佫有一寡用中文写的，所以你若知影汉语，你就知影伊讲啥。啊，无这伤专文，你知影伊。毋过你讲这啥，你真有影毋知，真正毋知。所以变做讲，因为这个词较罕伫讲，可能甲宗教、甲这个惯势有关系，民俗有关系。即摆可能定定伫讲的拢讲做中文啊。变做你就爱用这种中文的汉字，过来较来连结，无你真正知影迄个音讲这音到底是啥物物件？以上。好，感谢珊妮甲咱分享，所以我嘛是，请讲。珊妮举即个例吼，可能是无毋对，是有安尼检查问题。不过我小可抗议一下，讲伊要用天下字即个词来讲吼。其实安尼是对天下字来讲是无公平。天下字其实本身伊就是一个咱一般咱看会着啦，有咱古早人用迄通书啊，迄顶悬就拢会写物件，迄其实迄算嘛是伫咱的民间的口语内底会用着，毋是讲足特别的安尼啦。所以我感觉啦，我是要替天下字讲。就讲应该用别个词来举例，无一定要用天下字来举例啦。因为伊是讲一文章天下字我知影台语有在讲因为其他我真正袂记了，记袂掉。你讲的有可能啦，拢会拄着，一定拢会。我相信每一个语言，我相信毋是讲干那咱台语，还是讲华语，还是讲英语，加减伊拢会拄着。但我英语嘛会拄着即种情形啊。对啊，因有因的单字，但是我咧想，伊嘛有，比如讲有一寡外来语的，还是讲伊要表达台湾话，比如讲伊去听到一个啥物伊袂晓写，伊毋知意思伊可能是用罗马字来拼出来，咱就知影讲这个作者伊听到是即个音，伊的表达是即个物件安尼。所以为虾米我会当理解讲，为虾米即马款的罗马字特别是白话字派，会愈来愈侪人感觉讲，其实伊的价值甲伊的好处伫遮呢。以上，甲大家分享。好，感谢玉玲，感谢珊妮。毋知咱台湾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感觉就像吼，讲当咧读，因我其读就足慢的，但是我听无问题啊，因咧读我目睭我看，还是讲我无看，我用耳仔听，除了讲因有写无准，我爱佫想一下。其实规篇内底无理解无啥问题啦。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吼，比如讲马有在讲一寡人名，这人名吼，我若听伊对袂起来，因为我无干嘛听声音嘛，无看到字，你可能毋知影迄个到底是啥物字。我有即个现象。对啊，因为迄毋是一个，因为人名、地号名即种诶，实际是专有名词诶时阵，你有当中足歹去对，因为咱读家内底无一定有啊，所以。人名即个问题，我会当即个马云回答，即我就会当回答你来请讲。人名，伊像人名、地号名，即个咱是毋是会当讲伊是较专有名词？比如讲，玉玲或阿玲，是倒一个玲，是无拢是阿玲啊，比如讲准德是准德的准就是即个准了，人袂去。就会去想到另外一个所以比如讲准德老师伊即两字，咱较袂去有其他无共款的想法。有的人譬如讲，伊有的人的名，伊就咱无一定讲记讲足特殊的字的名。咱一般咱来讲我就做共款的音，毋过无共啊，念起来是共款啊，但是字写起来无一定共款啊，所以地号名嘛是共款啊。像咱讲大家甲大道，奇怪，你明明无共款，咱写起来共字，对无？所以，对啊。所以我感觉这伊拢毋是讲是，这只要讲小可标注一下，小可点一个提醒一下，还是小可说明一下，拄解一下，安尼就会当清楚啊。好，最后我想要讲伊内底有一个词吼，就是最近有一条新闻讲到一个物件，
伊中文哦，做啥物嘿？啥物寄居蟹租赁公司啦？啊，你7字嘛，对无？啊，读做台语，当然就是伊寄居蟹是中文嘛，有台语的读法嘛，完全毋是即几字嘛。啊，当然后壁遐个名词是属于现代，这嘛 OK 嘛。啊，毋过目前啊，理论上即个名词，伊是一个名词嘛，伊毋是3个名词斗起来嘛。啊，毋过伊是一个名词的时阵，目前公司台语内底报即个新闻，即个词的时阵，就拢切开啊。啊，迄就是变成讲，因无迄种讲台语的惯势习惯，怎甲断开？我就讲，我上爱记个嘛，桌顶有3碗，一碗是蚵仔，对吧？内底蚵仔嘛，一碗内底底面线、青面线，就拢无，就敢若面线尔。另外一碗是蚵仔面线。啊，毋过你袂晓讲台语的人，煞会变成讲一碗蚵仔、一碗面线、一碗蚵仔面线。你碗是安怎藏的？你我都甲，准讲你甲迄碗隔开，讲一半，规半碗拢是蚵仔，另外一半规半碗拢是面线。迄碗原来嘛叫做蚵仔面线。对咱会晓讲台语的人，你无可能去甲伊讲迄碗做蚵仔面线。要毋过因咧报新闻的时阵，煞拢袂晓讲做囝生仔租赁租厝公司，伊煞拢变做囝生仔租厝公司。伊明明是一个名词嘛，啊，就是变成讲台语的迄个变调，啊，甲组合名词，伊袂晓有即个变调。明明是一间公司，迄间公司是咧甲厝租互人负责做即种业务的租互人，而且伊个是或者啥，伊讲囝生仔就是，逐项拢毋是伊的啦，伊就是倒手有厝骹，正手有厝主，伊只不过是做一个中人尔。啊，即种公司叫做囝生仔租厝公司，也毋过小人甲伊读做囝生仔租厝公司。你是要甲囝生仔租去互迄间公司吼？哪会安尼？也毋过，即就变成讲。讲台语讲得无够多、无够熟悉的时阵，就会产生的迄个变化。我就讲对我一个台语人，一听就头先听，迄啥物物件？我哦，伊是要讲这，啊，毋过讲这伊就讲袂准啊。对遮即个白话字有一个词嘛，敢若是安尼是，啊，毋过伊无甲所有的词拢用连字符甲连起来。反正准着你讲。就是讲吼，你若变调的，甲无变调，有时啊有意思的真差嘛。讲迄台湾大学甲台湾大学吼，啊，你头讲蚵仔迄是共款。但是吼，我读感觉这就时啊吼，一点仔较复杂，就是讲，比如讲咱正经的讲红胎，还是红胎，吼，啊，有人讲是讲伊是名叫做红。所以两日读迄落读煞啊，红太搁一个，所以伊连续读的时阵是两段。啊有人我是拢连续变调，所以拢会变调，甲像要去才分调。啊，搁一个就是讲吼，风调雨顺分调，这是大家习惯咯。可以。你后壁讲的这应该是搁产生另外啊，因为我就讲嘛。风调雨顺甲风调雨顺，这我的语感是讲，你是要甲国泰民安斗做伙，还是你是咧讲风爱真调和，雨爱真顺，风调雨顺。啊，因为调即字伊佫有两个读音嘛，啊一变调落去，迄就佫较复杂啊。到底是风调雨顺，还是风调雨顺？啊，伊即种四字词，伊就是伊的复杂性，就是讲。伊有可能和国泰民安斗做伙，或者是伊单独存在。啊，伊若单独存在，是到底风和调斗做一个词，雨和顺斗做一个词，安尼来咧讲的，或者是伊就是无，伊就是风调雨顺这四字斗做一个词，所以头前三字变调。啊，伊这两种处理法拢有人有咧用嘛，拢会通，毋是讲我拄仔讲的，无人咧讲蚵仔面线，你明明一碗尔，你要哪有蚵仔面线啦？无可能的代志嘛，啊！毋过即马相对不了侪人，就是头家我要一碗蚵仔面线，头家听讲，无你即马是要蚵仔外带哟，对，会变成啥呢？你的蚵仔面线吼，你的即个公司新闻即个吼，
我想要回应的就是讲，你若照你头拄仔看到迄款的公司新闻，你讲伊有做囝生仔租厝公司，嘿啊。囝生仔租厝公司，我感觉伊若安尼读吼，无啥物无啥物无共款的意思了，就是我意思讲会当成立啦，啥会当成立？就是人的名，伊本身伊就毋是写囝生仔，伊就写囝机械租厝公司，对吧？咱免遐尼搞，因为人的名，比如讲人叫啥物名，咱敢会用直接甲伊翻译过来。你了解我意思？所以伊竟然伊已经甲伊翻，伊已经甲伊的寄居蟹直接甲讲做囝生仔，当然毋对。囝生仔，寄居蟹跟囝生仔无毋对，大家拢知。这是伊另外用伊是要教育大家，要互大家知影讲这寄居蟹就是叫囝生仔。不过伊今仔是咧报是新闻呢，伊咧报即间公司呢，即间公司伊叫囝机械的咧。所以我感觉伊若讲用租赁公司。安尼可能就会当做咧，毋过伊就直接甲翻译啊，就已经就像你头拄仔就甲讲，你应该切做一块、两块、三块。已经公司是一条，是一规地，已经甲切做一块、两块，就是咱讲囝生仔要租厝互公司啊，干啥呢？这个已经替伊解释。你讲的是，伊讲迄个公司的名，伊公司头前迄个名毋是寄居蟹，是。迄种公司的形式是寄居蟹的形式啊。好，那安尼就通。我就是讲伊的公司的名，若准讲是，若准讲对，寄居蟹租赁公司。伊是一种形式，叫做寄居蟹的形式，伊毋是讲伊迄个公司的名叫做寄居蟹。若准迄间公司的名寄居蟹，你袂使人改啦。对啊，我讲就是这啦，我是讲。无啦，迄是一种形态啦，迄是一种形态。系啊，毋是伊个名啦，对，毋是租赁公司啦，毋是，嘿，所以反正就是讲，无无问题，反正就是讲，有当就是讲，即种名词的处理就是对台语，即摆就是我就讲听公司台语内遐报新闻的吼，以我个人粗浅，或者是我足主观、足阿爸的讲。即个报新闻呢，无咧甲台语讲当作是伊日常生活使用的台语，伊只不过就是晓讲台语尔。但毋过，因为目前为止嘛，想影伫一寡所在，就会讲你著遐讲，你著去处理就好啊。问题是伊佫欠足侪基本知识的，无法度啊。中文讲的赶鸭子上架就去哩啊，一去哩了后，莫讲错误百出啦，迄嘛差不多是调讲用嘅中文讲的啊，吃芝麻没有不掉烧饼的啦，变成是安尼啦。就是当然这嘛是目前咱台语较弱势，还是较悲哀的所在。毋过无悲哀的所在，无悲观的空间啦。可能会使你讲吧，我毋知影。来，请讲。公阿嬷是讲太祖公太祖妈真大家庭，还有一个就是讲吼，较早拢是离世休息，敢若困的所困的时阵无咧讲台语，生活拢是台语啊，所以你会自然，你等于头仔讲的种，我嘛是啊，拢是自然变调啊，所以就会切做一段呢。即摆伊讲，那是拢无来啊，是讲。讲无迄个环境吼，所以就语感较弱，我感觉是安尼。无毋对，所以即两个你又咧想讲，应该是爱来，开一个全台语生活课啊。当然即个物件无遐尼快啦，毋知，反正各自努力吧，暂时安尼。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读即个台湾通讯网报第310期。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
好，今日读到这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感谢再。